一景一世界，一画一修仙。凡人动画的绝美风光背后，是团队匠心的沉淀与坚守。今天我们将带领各位道友了解这个世界背后的物理法则，读懂这片仙侠天地的构筑初心。最早我们跟袁立一起去聊这个生产方式的时候，因为当年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这一种就是实拍的一个风格的，因为呢我去看过这个一些就是实拍游戏的这个 CG 的制作过程啊，我觉得它跟我们之前看到的手绘风格的呀，包括就是那种很夸张的动画卡通感的东西呢，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于它的表演和它的整个就是环境和人物的那个反应，其实是相对比较写实和真实的。那这个呢，其实和凡人的小说的主旨非常的贴合，就是凡人他不是一个我可以大吼着这个就是为了正义然后去跟人家拼命的这样的一部热血类的动画，它也不是说那种就是要靠很多那个临阵突破，或者是靠那种很唯心的一套东西就能够把故事讲完的一个作品。那么凡人他注重的是这种很细腻的很逻辑化的叙事，就是把导演的意志更好的去体现在画面上。这样的话，一个是节省时间，再有一个的话是相当于来说是比较保真的去进行呈现吧。然后至于用优异嘛，因为优异其实在这个效率层面，然后包括在画面的完整性层面是非常有优势的一个制作工具。然后呢，那个袁立在这方面也做了非常多的技术储备。那么我们跟袁立一起做凡人这5年期间呢，其实也把整个优异续拍加上实时渲染这样的流程，我觉得进行了非常多的技术演练和这个迭代升级，所以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技术探索吧。细心的道友们不难发现，在跨越5年的打磨时光里，画面的质感正在经历一场阶梯式的跃升。这种肉眼可见的进步并非偶然，技术的持续更迭正是凡人动画视觉进化的隐形引擎。回溯至最初的矿洞，制作组便在 UE 4.26 的基础上开启了对光影真实性的极限追求。光线追踪下的反射与反弹尚处于拓荒阶段，而进入第2季，视觉的颗粒度迎来了质的飞跃。毛发系统从模糊的色块进化至发丝级的细腻呈现，每一根发丝的飘动都具备了独立的物理属性。与此同时，场景资产也在不断迭代，即便是场景资产中的一块石头，也通过高精度扫描技术还原出了真实自然、触手可及的纹理肌理。当故事推进至宏伟的天星城，UE5的全面介入正式开启了制作的新篇章。海量的数面支持让建筑与植被的精细度得以毫无保留地展开。更为关键的突破在于 Lumen 间接光照的应用，它彻底终结了过去暗部全黑，只能依靠人工补光而导致的细节失真。光线在建筑、角色与空气间自然流转，通过无数次的物理反弹，重塑了画面的空间感。与引擎工具一同进化的还有幕后团队的创作边界，从灯光的布局到特效的重构，制作组正尝试用更密集的粒子系统取代传统的面片特效，让法术斗法不再是单薄的平面叠加，而是拥有了真实的纵深与体积感。在性能极限与视觉精度的博弈中，这种对真实近乎偏执的追求，最终汇聚成屏幕上每一帧波澜壮阔的修仙世界。构造视觉奇观，还原原著中的奇景，一直是整个制作组的追求。漫山遍野白菊花的景象使制作组遇到了极大的难题，极其庞大的面数压力，制作组放弃了缺乏光影质感的传统贴片，转而采用一种阶梯式优化的方案。前景每一株菊花皆为独立建模精心摆放，中景通过中等精度模型维持视觉重心，远景则以简化模型进行铺陈。
这种前中远景的层次博弈，最终在性能负载与视觉精度之间达成了一种微妙而震撼的平衡。天南的风吹过了6年，我们见证着技术的飞速革新，从最初的 UE 4.22 版本到如今的元鹰大战，制作组用176集的精心制作向各位道友交出了一份答卷，是技术的跨越，更是对初心的交代。也许有一天，最初21集的重制版会以巅峰姿态再度上线。